好啦。日本嘅機場咧，其實真係乜嘢都有，好似一個小型嘅 food court，高級版嘅 food court 啦，咩都有啦，咩都買賣，乜嘢都可以都賣。咁啊，後邊有間好靚嘅吧台壽司鋪，價錢又貴少少啦，但係 OK 嘅，同埋呢個仙台機場都雖然細，但乜嘢都有得賣，去睇下。五臟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。有一個 set 度啦，呢啲魚，呢間就賣酒嘅，仙台空港限定。哇！呢個貴啊！呢個檸檬 Queen 咖喱，即係綠咖喱。檸檬味嘅綠咖喱未試過。呢個又係咖喱，日本人好中意食咖喱啫。呢個係印度咖喱，咖喱 corner 喺度。日本咧好多呢啲一包包嘅，有啲粥啦，有啲豆腐啦，即食㗎。咁啊，好多款啊，因為全部都係有 corn soup 啦、咖喱啦、日本料理啦，全部都有。kimchi啦，乜都有得買到。隔離有間好細嘅便利店。當然手信就一定有啦。呢個一個人啊，呢個叫做枝豆嘅 shake 啊，其實 Sunda shake 其實一個枝豆嘅飲。好啦，by the way，睇下先嚇。上海喎。佢寫住欠航啊，係代表咩咧？即係當然啦，而家大陸冇飛機嚟香港，冇飛機嚟日本嘛，所有飛機都取消晒，所以冇晒大陸人呢排。香港2點55分預定3號櫃位，3號飛機。好，早到咗，等等先啦，行一陣先啦，同大家分享下機場有啲咩睇。係啦，呢度有個屋上嘅展望台，6點至8點，喺裏邊。好，望咗呢邊睇下咩食先。有洋食啦、日本料理同埋外西式啦、西餐啦。好啦，望一望啦。又係食牛脷。
宮城縣咧，呢、這個公仔都好出名㗎，係嘛？所以咧都一定要買一個啦，擺喺手上自己用。好。日本美食當然吸引啦，不過機場就貴少少啦。有呢個炸蠔 set 度，呢個炸魚 set 度，其實全部都炸。上面有壽司，有啲壽司 set 度，或者拉麵都有，小童餐都有，燒嘅牛脷。ただいま到着いたしました。見到咁多嘅美食，呢、這個中意食。卡ツ丼、ミニそばセット。親子丼。小型飛機派車，飛夢想啊！大家夢想緊握就可以飛。全部都係牛脷啊！全部都牛脷，仙台全部都係牛脷最出名，全部都牛脷，同埋蠔啦，蠔都出名。好啦，揀咗呢間喺仙台最後一餐。落緊鹽，入緊油。ましょう。じゃあ今年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じゃあねー。